没有什么意思，就是真的没什么意思，就是可能大家在跳舞的时候会唱，真的没什么意思。好了，因为听起来很像假装很有意思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？好，就因为已经11点了，就是也是到很紧绷的这样时间，我们就唱最后一首歌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。每次听我们的歌，好像你们都忘记时间了。这个坏习惯要改哈。接我们了，来改的，不好意思啊。这首歌也是许晋的大哥的哈，就是刚刚那首歌的创作人哈。每次都会想念他，永远的原住民。那就不要讲太多话了。对啊，我们就直接。大家都是原住民啊，就是住在台湾的一个岛上啊。对。不要分什么族群，什么族群。原本就住在这里。对，你就生在这边，你就是这样的，产生这样的文化啊。我们就是有各个不同美丽的那个。不同的背景，然后我们就和平相处在一起，你就不要再分你是国民党，他是民进党，然后国民党比较会贪污还是怎么样？越讲越深哦。谁会贪呢？50块还我。我怎么会贪这区区50块呢？我上次还有一张罚单2倍缴的。还有人。哎，好了，不要开玩笑了，最后一首歌，永远的原住民。
聪明。谢谢大家，旋转一下活动啊，